如是舍利弗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於六波羅蜜轉增益具足。善男子善女人，各各歡喜意自念言：我當為是菩薩作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朋友知識。爾時四天王及諸阿迦尼吒天，各各念言：當使是菩薩常修梵行，從初發意至成作佛，莫使與色欲共會。犯欲者失梵行，放行道者是菩薩常修梵行者，必成至佛。不從犯欲而得成道。舍利弗，白佛言：菩薩要當有父母妻子眷屬耶？佛告舍利弗：菩薩或有父母無妻子，或有菩薩從初發意作童男行至成作佛，不娶妻室，或有菩薩以歐和俱舍羅於五欲中示現法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出家。舍利弗，譬如幻師善於幻法，化作五樂色欲，於中自知共相娛樂。於意云何？是幻師所作，寧有所復食者否？舍利弗言：復也，世尊，幻無所有。如是舍利弗，菩薩以歐和俱舍羅示現有欲，於色欲中欲養一切，無所玷污。觀欲如火，譬如冤家，說欲之惡，自常謂之。菩薩雖在欲中示現，常作是念：行權菩薩，尚作是義，何況生學法義者乎？